其实你是车一顺。เขารักเอาถามเลยใส่มาบอก明年没有蟹油了，你知道明年没有蟹油，因为你看，然后你知道明天蟹油大大的，你怎么准备？你会买桶大桶，我准备挖准备。那个是准备，你看见这个了，然后你知道了，你会准备，你就赚很大钱。但是如果别人不准备有吗钱？有，但是不多，有多有少。你这个50%，你用脑煮50%，你讲我的意思。那你上面看我几个讲一个老婆，几个老婆？不管那个不管。这个是50%，我告诉你，我看是很多，但是你点金湾不金湾随便你会自己，我会控制，你随便你自己，这个我不管，因为50%。如果我告诉你现在有美女进来，你点金湾啊，如果你结婚了，随便你。我不讲。但是如果有限，这个进来是有问题，但是问题是我刚才我告诉你，如果有问题你怎么办？如果有这个线进来是你不要听别人说，如果别人进来，但是我看，但是没有12是有线很多，但是12是大概什么多的41就到有点骗。那我这2年呢？这2年啊，今年明年。今年可以，我是说今年是很好。今年。